来看捌地民众党立委赖香林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查某人指控捌互共党的立委邱成远性骚扰。邱成远今仔是讲伊根本无熟悉这个助理，这是乌白指控，会提告来捍卫名誉。我不认识这位助理，跟他也没有工作上的这个从属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造成名誉的妨害。我们后续将会做提告的动作。在职期间没有申诉，我也当然就没有受理，也没有办法处理哈，这是一个事实的部分爆料，然后也直指我漠视哈，然后这个是不实的一个指控。赖香林讲伊根本就无接到申诉，嘛无接案这回事，佮强调讲，这个前助理即马是社会民主党的全国委员，因为当初拢无申诉，即马选举要到咯，竟然用这种抹黄的手段来对民众党政治斗争。民众党嘛强调讲，欢迎伊提出证据，会以正常的程序来申诉，民众党会来受理。